请问谁是吴云浩小朋友呀？你好呀，我是圣诞老公公。今年我看到你慢慢长大，也看到你努力学习，但吃饭什么做好，把饭吃完哟，要乖乖听爸爸妈妈的话哟，要懂得尊经常备哟。只要你继续这样乖乖努力，好好表现，我就会在圣诞节准备一份小礼物送给你。希望新的一年你能健康、快乐、勇敢，天天开心。你知道吗？你其实是被很多人爱着的小朋友。圣诞快乐！圣诞夜我会悄悄来看看你。只要你每天都有努力，乖乖吃饭，认真学习，对家人有礼貌，我就会记在我的名单上。只要看到你的用心，惊喜就会出现我。另外记得早点睡觉哦。